你有冇試過呢？已經努力咗好耐啦，但係好似咩都冇發生到呢？我今日呢就會想同你講下，我哋原來習慣咗呢，付出係要得到即時嘅回報。如果唔係呢，我哋就好容易放棄。咁但係呢，最近有套韓劇啦，叫做《暴君的廚師》啦，唔知大家有冇睇啊？咁當中嘅男主角呢，叫李彩文，咁係佢第一次拍古裝嘅啫。但係你係完全睇唔出佢係第一次拍古裝嘅，咁反而呢，原來佢有句名言呢，就係佢用20歲嘅每一日呢，去準備更好嘅30歲。咁而導演揾到佢臨時取替原本嘅男主角呢，係因為佢得10日時間準備嘅，但係佢嘅腹肌已經隨時喺度啦，咁所以呢，坊間有個傳言就係機會係留俾隨時都有腹肌嘅人。咁其實好似好搞笑咁，但係其實諗深一層，機會真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嘅。咁就睇完李彩文呢個故事啦，咁就對我自己有啲睇法。因為呢，我諗好多人都會遇過嘅情況就係呢，好似每日都可能做下拉筋啊，或者做下 sit up 啊，想收下條腰啊、肚腩啊咁，但係好似做咗一排之後都冇乜效果喎，咁自己又唔戒口啦，跟住就覺得冇用，跟住就唔做。咁原來呢，我哋習慣咗付出就即刻要有回饋或者係一啲 feedback，因為我哋平時細個呢就慣咗讀書考試，咁我讀完書付出完就即刻得到考試嘅成績做一個結果，但係出咗嚟離開咗學校之後呢，就唔會有呢樣嘢發生。咁所以又有流傳就係機會係留俾準備好嘅人，就係因為你會不斷為咗將來而做一啲準備或者一啲裝備自己嘅事，你先至當機會嚟嘅時候呢，你就可以好容易咁捉住佢。咁李彩文呢，就係話佢除咗成日都會 keep 住練健身啦，所以成日都會有腹肌啦。咁原來唔係個個男演員都做得到嘅，其他啲男演員可能要用1個月嘅時間去練腹肌出嚟啦。咁而李彩文係成日都有，咁佢好容易就把握到呢次嘅候補男主角嘅機會。但係原來除咗腹肌外表呢樣嘢之外呢，其實李彩文仲有一樣嘢係好好嘅。咁佢身為演員啦，可能佢有呢個目標，你想做一個演員，佢未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或者好爆紅火紅嘅劇之前呢，佢已經揾老師教佢練聲、練發聲。咁所以你會聽到劇入邊佢講嘅嘢呢，特別有氣力啦，個情感表達得特別好。咁佢只不過係25歲，係啱啱25歲。咁呢樣嘢唔係話佢接咗個角色，佢努力咁鑽研就做到嘅事咯，係佢一直以嚟一有心做演員開始，佢已經揾老師去教佢發聲，裝備好自己，等佢每一次有機會演出嘅時候呢，都可以把握到呢個機會去展示佢嘅實力俾人睇。咁所以我會覺得，人哋咁後生，20幾歲已經咁識諗，咁點解我哋做唔到呢？其實唔好以為20幾歲先做到呢件事，無論你係25、35定45歲，你都可以好好咁樣用每一日去準備你未來更好嘅日子。好似我咁樣啦，我之前都講過，我10年前係開始自己嘅出版社或者係寫作嘅工作啦。如果我10年前唔開始嘅話，重新開始咧，因為我係放棄咗寫作好耐嘅日子。咁如果我10年前唔開始嘅話呢，我今日我可能有多少少時間啦，啲仔女大啦，我先至 pick up 嘅話呢，就會更加辛苦，咁就會可能就不了了之噶啦。咁反而而家
我會見到我而家寫一篇文冇10年前寫得咁辛苦。咁同埋我都試過拍片做 YouTube 啦，亦都放嗰啲片上 YouTube 嘅，跟住做咗一排就冇做咗啦。咁但係今次呢，錄 Podcast 呢，雖然我個 view 數好低嘅，大家都可以睇下，得個位數甚至係零，但係我都堅持去錄，希望每一週都可以有個更新。我為咗就係將來我要鍛鍊我自己嘅口才，或者我嘅思考，我嘅思緒，我講嘢嘅流暢度，為咗我將來可以開唔同嘅分享會，咁去同更加多嘅讀者分享我嘅睇法啦，咁樣樣。所以，如果你認為你有啲目標想達成嘅話，咁你諗下，你而家做嘅嘢有冇可能為3年後嘅你鋪路呢？有冇好好用你每一日去為你未來製造更好嘅人生？係啊，所以有時你見到啲現實啊，或者嘅回報啊，或者我啲 view 數啊，未必係好令人振奮，可能會令你好挫敗。但係其實你嘅所有嘅努力都唔會白費嘅，因為呢個年代咧，好多人都講求效率啊、速度啊，我要幾個月之後就賺幾多錢，或者幾個月之後就學成一種外語。但係其實你覺得自己慢啫，反而你係按緊你自己嘅步伐去醞釀緊自己嘅美酒。咁所以如果你有目標嘅話，就唔使介意有冇即時嘅回報，慢慢日積月累咁樣去做，呢個咁嘅複式嘅效應呢，你將會喺不久嘅將來就會收到噶啦。希望我同你一樣，喺不久嘅將來就會收到你應有嘅回報。咁就講到咁多先，拜拜。